镜头来看花莲公路的情形，去予大水冲断去的马太安溪桥，公路局是赶工，今日下晡已经起好安康便道提早通车。目前是敢若限制这小型车甲救灾的车会当过，比起走替代道路，这款便道是会当省20分钟。若然是这钢铁便桥，预计是明年1月底进前会起好势。 车驶伫安康便路顶缘，边仔阁会当看到怪手灯拍拼在苏准河道。伫公路局的赶工之下，本来暗算伫15进前通车的便路，提早到初10下晡3点就会当通行。本来因为马太安溪桥洪冲断去，车要去光复乡，只会当坐替代路线，即摆有便路省真侪时间。每天都走那个193线，今天3点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走了。谢谢那个公务人员。 原本开193线要走2、3个小时啊，很多车，现在走这边大概10分钟就可以过了，提早5天，很高兴。指示牌顶悬写讲西单向，伫便路的前后路口沿道拢有设置指示牌。便路是以路南往北分离方式来设置，宽度差不多6公尺，限制时速30公里。而且便路的爆花点是24点钟配置监看的警戒人力，确保便路通行安全。初期我们是规划才小型车，也就是5吨以下的小型车来通行。抢救灾的车辆，我们会允许它来通行。还是有一点，还是会担心安全上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天干嘛？对呀，就是怕这个溪太高了，要赶快疏浚了。有民众烦恼便路道路安全的问题，不过交通部规划伫明年1月底进前要完成更便桥，另外明年底进前会先完成往北路线的永久桥，提供双向通行。116年爱完成全桥的改建。到初10下晡4点25，马太安溪的放山湖对溢大水破坏了后，水位已经降119.2公尺，存的水量580万吨，但由于坝体的边坡有可能阁落落去，水尾的河道拖刷结甲真严重，共款维持红色警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